毋知恁敢有听过228牵手互台湾？这是2004年迄阵，甲咱台湾人团结起来的重要活动。迄时咧读大学的我，嘛有参加着哦。今仔日的2095我来听，要来讲228牵手互台湾的执行总干事李应元先生的故事。是虾米款的因缘，互这位学者一生走入为台湾独立走创的志业？听煞了后，咱就会更加了解这位勇敢的台湾人哟。李应元是1953年出世伫云林仑背乡的客人家庭的。台中一中毕业了后，伊以第2名的高分考入去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系。若照伊的分数，是会当读医学院的。毋过，伊认为做医生一摆敢若会当救一个人尔尔，若是做好公共卫生，却是会当救无数人的性命的。伊读公共卫生系的时，熟悉着台中女中毕业，以第一志愿考入去共系的黄月桂小姐。两人后来毋但是14年的同窗，阁是伊40多年的牵手。同齐去哈佛大学读医疗管理的硕士，阁做伙去北卡罗来纳大学摕到医疗经济的博士。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北美洲台湾独立运动的大本营。伊读册时，看到美丽岛事件、林义雄家庭的血案、陈文成教授的命案等等，这个代志的发生，互李应元感觉有良心的台湾人是袂当去放外的，袂当去无插的。伫迄当阵，台湾的民主运动不厌啊，抗议独裁的行动不断的发生，嘛鼓励着海外留学生的战斗士气。李应元和冠培宏就带领台湾留学生成立台湾学生社。1985年6月，李应元和另外5位作者合写出版一本深入描写海外台湾独立运动的册，历史的册，风起云涌，互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号收入馆藏。1988年，李应元找到南达科达大学教授的头路，隔顶年佫摕到国立台湾大学的聘书。毋过，伊捌做过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副总干事，互国民党政府点油做记号，甲伊列为海外的黑名单。若失去转去母校贡献的机会，若是转来台湾，佫会因为刑法100条叛乱罪，互抓起来起诉。1990年，冠培宏接任世界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的主席，李应元为副主席。两人参详了后，要甲独立联盟带转去台湾。李应元首先偷渡到台湾，化名阿慧，靠着各方人士的协助，伫台湾世界拍拍照，不断的发表行踪，制造新闻，来呈现海外黑名单的无合理。伊甲和谢中庭两位合照的相片寄去东华杂志发表，甚至去总统府头前和宪兵做伙翕相，就安尼戏弄国民党政府14个月。这伫政治单位全面逮捕之下，互抓入去土城看守所。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李定元医师、陈书明教授、陈永兴医师、林三田教授等人马上发起100行动联盟，伫总统府头前面头前静坐抗议，承受镇暴部队高压水道水的冲击。台湾认真女士的绝食郭培宏嘛为美国转来台湾闯入海关，这个事件造成社会轰动，加上各方的走动，最后促成刑法100条的修正。李应元嘛为土城看守所放放出来，就安尼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毋免去惊互起诉，
海外黑名单的勇士会当转来去心爱故乡贡献所学啊。1995年，李应元伫新庄泰山参加第3届的立法委员选举，以高票当选。第4届再度连任立委。2000年，陈水扁总统找伊做驻美国的副大使。2001年的刘锡坤内阁，甲2005年的谢中廷内阁，拢借用应元另外的手腕甲协调的能力，请伊做行政院的秘书长。李应元做人热情，平常时拢是笑稳稳的，伊记忆特别好。别若互伊见过2摆面的朋友，伊就会当叫出因的名，伊互叫做人人好先生。民进党的各派系拢甲伊有交情，甚至拿赢的人士嘛真尊重伊。2002年，李应元互征调参加台北市长的选举，伫这个艰难地区，应元提出来的主要政见是要甲松山机场刷走。中山区烧接出来的土地，会当做科学园区甲大巨蛋体育馆。这个土地会使做超级的松林公园，互台北市民有一个呼吸新鲜空气、透放心灵的所在。这个有创意的政见，互学者非常肯定。可惜的是，李应元选输互马英九，这个被肯定的远见，到达就石沉大海。2003年，李应元伫民调中发现，要连任总统的陈水扁，民调竟然落后，连战甲宋楚瑜的组合 30% 以上，非常的不利。伊想到，伫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捌手牵手，形成600公里长，通过三国的首都的自由认证，向全世界宣示要脱离苏联统治的决心，嘛鼓舞全民以坚定的选票封决苏维埃议会。若是伫台湾，大家手牵手，心连心的加做一条人链，嘛会使呈现台湾人民的力量。算起来，上少嘛爱动员50万以上的民众，才有法度完成。李登辉前总统更加裁决，爱加码动员100万以上的民众，甲这个任务交付228牵手互台湾的执行总干事李应元来负责。为着互这条人链牵好条，李应元甲活动的总部设定条例，请李前总统伫遐现身，吸引民众。若屏东乐长的海华山呢，好佳在有民众主动自发，请30台的游览车前往支援。总部为着要节省义工的变动开销，甲活动时间定伫10到8以后举行。伊摕担任种作曲作词的歌曲，伊是我的宝贝，做活动的主题曲，伫世界放送，互民众通好认识。2004年2月28日，天公伯有保庇，天气真好，有200万位四面八方来的台湾人民自动自发的站出来，为家人和平岛到屏东高南片，形成500公里长的人链，做伙唱出伊是我的宝贝动人的歌声。李应元甲电视公司的转播车分配去20个无同的所在，互全国的民众即时的看到各所在的活动现况，嘛委托民间的公司伫各地摄影，留落来珍贵的记录。伫相机飞过头壳顶的时，民众拢会握手致意欢呼。最后，李登辉前总统甲陈水扁总统的出现，再度引起一波高潮，甲呼声
歌声笑声传遍台湾各地，向全世界展现出咱台湾人对未来的信心。李应元完成这个空前绝后的任务了后，伊讲伊欢喜甲连做梦嘛伫咧笑。2028牵手互台湾的活动了后，陈水扁总统连任，搁较坚心要推广台湾文化。伊认为每一个乡镇拢是上有特色的宝贝，帮赞地方发展经济，发扬地方的文化，互每一个人以成为地方的一份子感觉骄傲。陈水扁总统嘛加强推广台湾认同，由教育部长杜正成推行同心圆教育政策，为社区、地方、城市、国家、世界的顺序来认捌历史，增加学生对台湾的认捌甲认同。杜正成部长嘛伫2006年制定台语文的标准用字甲台湾罗马字拼音系统，互学生方便的学习本土语言。这个台湾语言标准化的建立，对咱推广台语有真大的贡献。嘛，才有你今仔收听的你讲过我来听的节目。2016年，李应元被任命环保署长，虔诚佛教的伊，鼓励大家爱惜有符合环保标准的好香。拜神明的时，香烧一丛就好；心情食灵，陪梦的时，嘛莫烧金纸，以避免山林着火烧。若是一定爱烧金纸，就爱买品质较好的本地金纸。可惜2018年应元无达到家己要求的空气品质指标，煞失去环保署长的职位。2020年，蔡英文总统亲身去拜托迄阵身体已经无偌好势的李应元出任驻泰国的大使。1年后，伊发现身躯得到500元，紧等来台湾异地。2021年11月，伫昏迷1个月了后，这位勇敢对抗威权的乌名大勇士过身去啊，享年68岁。伊对圣严法师以环保自然的方式求助。有人月桂讲，应元一生对生命正面乐观的看待，希望大家会记得伊乐观的笑容。毋若安尼，伊对民主、自由的信仰、勇气，嘛会留落来，互后代人做合适的典范。李应元博士，多谢你。2018手牵手互台湾，李应元的故事由李赞兴老师译稿，纪嘉台讲稿，李依如写作台文，杜好洲、陈阿童、小儒馆校对，洪伟霆讲译稿，嘛写更轻配乐。小儒馆读 Instagram 的字卡，郭明华是这集的编辑，周建友是执行长，我是制作人辛武平。后礼拜咱要来讲吴雅辉、望春风的原唱，台湾第一个大牌的歌星，顺顺的故事。多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3点再相会。